大家好，我係3012，香港首部眾籌電影終於上映啦！由籌備到拍攝，可謂一波三折，唔知拍出嚟嘅質素係點樣呢？等我介紹完 channel 同你講落去。我呢個頻道每個星期都會更新短片，同大家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如果你亦係中意電影劇集的話，就記得訂閱兼撳埋側邊個鐘仔，咁到我出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有通知俾到大家。記得幫手俾翻個 like 讚個好，我呢種個人頻道好需要大家陪我一齊戰勝演算法，多謝大家嘅支持。咁今日要講嘅電影觀後感係《賭破法蘭克》。咁作為香港第一部網絡眾籌嘅電影，勢必要講下呢套電影嘅製作背景先。咁《賭破法蘭克》係源自導演蔡康永嘅導演班功課，當時嘅導師呢就係陳果。咁蔡康永都試過向唔同嘅電影公司推銷過佢呢份功課嘅，但佢就不滿電影公司干預佢嘅劇本同埋選角，所以先會改為係呢個網絡眾籌嘅。咁原先嘅選角有邊幾個呢？就有陳漢娜、郭以軍、戴玉琪、龔志業，就由蔡康永自己編導啦，而監製就係陳果嘅。不過咧，去到眾籌之後嘅一年，唔知乜嘢原因本身公布嘅4名主角咧都唔能夠參與拍攝，就改由而家嘅譚善言、林嘉熙、岑嘉琪、楊思穎同埋袁富華出演，而陳果都冇再做監製。而電影咧就喺23年嘅6月23日舉行開鏡儀式，就喺8月殺科嘅。咁我係有了解完呢個創作背景先入場。咁當時眾籌咧只係眾籌到250萬嘅，咁就自然期望就唔係太高噶啦本身。咁蔡康永兼且係一個新晉導演，總唔會話似得杜 Sir 杜琪峰咁樣可以超低成本就拍咗套槍火出嚟噶嘛。咁講翻《賭破法蘭克》嘅質素呢，劇本就係現代版嘅羅賓漢咁樣啦。咁可能因為個資金不足嘅緣故呢，咁成套電影自然就有好多進步空間噶啦。咁演員嘅表現就非常之稱職嘅。咁劇情上需要交代嘅嘢都算有交代到，音樂選擇上都幾配合個劇情嘅，都可以見到導演嘅基本功算係唔錯噶。但係喺而家呢個佈滿 CCTV 閉路電視、超智能燈柱，仲有周街嘅車 cam， 現代羅賓漢呢應該可以話係舉步維艱嘅。咁再講落去呢，就難免涉及劇透。如果你未睇過套戲又介意的話呢，就最好睇完套戲再翻嚟聽我講落去。唔介意的話呢，就劇透線解鎖啦。循例都講下故事大綱先。故事開初呢，就係話有一班戴住呢個兔仔面具嘅劫匪自稱法蘭克，去劫咗一架類似解款車定保安車咁樣嘅，就搶咗啲珠寶，就一路搶劫一路拍片，就話想做呢個打劫界 KOL。點知呢，就劫着咗城中富豪何家雲嘅珠寶。咁本身呢，就喺網上冇乜人理會呢個法蘭克嘅，咁點知呢，富豪何家雲就喺記者會度點名法蘭克擾亂呢個社會安寧，嚟轉移佢自己嘅貪污醜聞嘅。咁法蘭克嘅首腦紀月就諗住針對何家雲旗下嘅教會落手啦。故事點樣發展落去呢？就由你自己去睇啦。劇本嘅缺點就一定有噶啦，即係例如點解犯咗案完全冇警察插手嘅呢？就算話用 WiFi VPN 隱藏身份但佢哋嗰條打劫片呢，就明顯係 upload 咗上去 YouTube 嘅。就算追唔到呢個發佈地址辛苦啲追 CCTV 都點都會追到啲蛛絲馬跡噶嘛。咁當然都明嘅，完全忽略呢個警察嗰邊嘅追緝呢，當然就係呢個 budget 所限啦。就好似賭 Sir 嘅槍火咁，警察幾乎都係失蹤噶啦，就要睇導演有冇功力吸引觀眾將個注意力放翻喺重要嘅主角身上。咁喺我自己嘅觀影體驗嚟講呢，都算低飛合格咗嘅。導演呢，就喺呢啲時候呢，用咗唔少插敘，講幾個主角點樣埋班，咁又寫咗一啲笑料啦，有啲就係關於弱勢族群嘅偏見算係有啲黑色幽默嘅。
咁呢個法蘭克組織嘅設定呢，佢就話要犯完案就要噴塗鴉啊、留名啊、戴一個頭套啊、動物頭套呢。最快俾我聯想到嘅呢，一定係 Dark Knight 入邊嗰個小丑嘅搶劫團隊啊。除咗有呢個面以防追蹤嘅功能之外呢，就係一種理念嘅集合體呢種表現。咁故事入邊呢，就話佢哋呢個法蘭克團隊呢，就係要劫富濟貧，劫富就有啦，可惜就係呢個濟貧嘅劇情多嘅唔係好展現到。咁呢度稍為可惜啦。咁導演都冇忘記要解釋個首腦紀月點解要劫富濟貧嘅動機，就係佢覺得啲有錢佬為所欲為，而佢應該咧就有個 friend 係死咗喺呢啲有錢佬手上啦。咁又得唔到呢個正義嘅伸張，就有咗呢個劫富濟貧嘅念頭嘅。咁因為法律制裁唔到班富豪啊嘛，咁佢就諗住擺上網公開呢啲事，咁網民信不信就由網民理啦。咁林嘉熙 Loka 咧就飾演紀月嘅男朋友 Hugo， 設定上佢就係一個衰販毒嘅年輕人啦。即係一個販毒嘅人成為呢個劫富濟貧嘅團員呢，係唔係一個適合嘅設定？我覺得導演係有斟酌過嘅，只不過我覺得佢俾嘅信息唔算太明顯。咁Hugo 販嘅所謂販毒定係藏毒呢，應該就係大麻，因為有好幾幕戲呢都係寫佢哋食呢個手捲煙嘅。咁大麻算唔算毒品？其實喺全世界上嚟講都係有爭議嘅。雖然喺呢個設定上有啲爭議，但係我都係好中意佢呢一個角色嘅。咁 Hugo 就有個 dreadlock 頭嘅，咁佢話自己唔想再坐監，係因為唔想被剃頭。我覺得呢個信息，呢個意象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唔理外人認唔認同佢嘅行為，尊嚴唔可以被踐踏咧。呢個咁嘅信息，我覺得係都幾出嘅嗰一下。咁佢參加法蘭克嘅動機就係要保護阿紀月啦。咁岑嘉琪飾演嘅陶俊就係一個比較傻仔嘅角色，用嚟製造笑料之外，都算係一個推展劇情嘅角色啊。佢最主要作用就係要帶出最後一個團員楊思穎 Chelsea。咁 Chelsea 入隊嘅動機，除咗賺錢同埋驚紀月恰陶俊之餘呢，原來佢身後都有個秘密嘅。咁又係啦，係有講到佢哋呢個法蘭克要行動嘅動機啦，算係只不過真係篇幅所限，交代得就有交代，但係唔多清楚咯。即係富豪間玩初技人口販賣洗黑錢。咁紀月朋友就係其中一個犧牲者啦。咁楊思穎 Chelsea 咧個角色就應該都算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咁樣嘅，只不過佢就係捱大咗嘅受害者，同埋接受咗呢個命運。咁加入法蘭克可以算係一個對抗自己命運嘅一個行動啦。咁傻仔陶俊嘅行為動機咧，佢又係保護Chelsea 咁樣。咁喺有限資源上咧都俾到袁富華唔少鏡頭去表現佢嗰種獨立狠同埋嗰種道貌岸然表裏不一咁自然袁富華係不負所託啦。講翻四個主角，譚善言同楊思穎咧，可以話係旗鼓相當。即使喺個劇本咁碎嘅情況底下，都非常之好咁樣表達到佢哋需要表達嘅情緒。譚善言好戲就唔使多講噶啦，比起毒舌大狀嗰陣，楊思穎喺呢套電影係發揮得更加出色嘅，我覺得。或者咁講啦，反而係有更多空間俾佢發揮。所以我覺得導演喺劇情取捨上，佢係有睇到啲嘢，即使啲剪接好碎要交代嘅嘢可能唔係太足夠但係呢，成套嘢都冇咩多餘嘅片段至少喺處理演員嘅演繹演員情緒嘅連貫上呢，佢係有下到功夫嘅，我覺得。咁林嘉熙，我對佢嘅印象即係最多就係之前佢喺 ViuTV IT9 入邊嗰個富二代角色開啦。咁佢當時就飾演一個 online live 富二代，而喺法蘭克入邊佢就飾演一個外表輕佻，但內裏就係都算專注愛情啦、細心嘅一個年輕人。OK 嘅佢都咁可能個髮型都幫咗佢唔少
咁呢度功勞咧，某程度上應該要俾翻美子啦，我覺得。岑嘉琪就我會認為係穩打穩紮啊，佢啊似配角咯喺入邊呢個角色，要演一個傻仔類嘅角色，又唔太弱智，又唔會話太滑稽，咁佢我覺得都拿捏得唔錯嘅，即係又唔完全係傻仔嘅，係比較昂直咯。咁講翻劇本上，導演都好努力地喺僅有嘅資源下扭橋啦，盡量避開好套路嘅羅賓漢劇本。咁法蘭克最尾呢，基本上可以話係俾反派搗破咗嘅，真係只爭在首腦未俾人直接逮捕，呢一點我係欣賞嘅。之後靠飾演神父嘅楊偉倫留低嘅證據喺網上揭穿富豪間嘅嗱喳嘢，然後到最後彩蛋個男仔拎住佢哋嗰部 cam 周圍影嘢又見到啲塗鴉咁樣去暗示法蘭克呢個精神會延續，咁我覺得都算收得都唔錯嘅呢個尾。咁音樂呢，我就都中意嘅，喺片頭嗰首啦，叫做深水埗嘅 Web， 片尾曲 Fiesta 嘅 Before We Fade Away， 我都覺得好符合到電影想表達嗰種意念同情緒啊。電影係有嘗試用一個好虛構嘅故事去表達社會嘅不公，嘗試將一個故事寫到有娛樂性唔係好似鏗鏘集咁樣直接聚焦喺啲受害者身上去話俾你聽，嗰個人有幾慘有幾慘有幾慘。我覺得呢個係 good try 嚟嘅，就真係個 budget 所限啦，我覺得。咁我都希望呢位導演呢，有可能再開到下一套戲啦，希望可以多啲 budget睇到佢再拍一套更加完整更加 smooth 嘅電影。我個人就唔太偏好以劇情片文藝片嚟反映呢個社會問題。我覺得呢，要直接去了解社會問題呢，我真係睇鏗鏘集就夠㗎啦。咁我自己入戲院嘅原因有一半當然係想得到娛樂啊嘛。即係如果導演可以用恐怖片犯罪片推理片去包裝啲社會議題呢，我係非常之歡迎。即係例如近期塚原亞由子嘅穿越時空的初吻同埋呢個 Last Mile 全面引爆。咁超越時空的初吻講嘅就係日本嘅離婚問題啦，非常高嘅離婚率點解咁易離婚探討離婚問題。而 Last Mile 全面引爆就係用呢個犯罪劇包裝社會對基層勞工嘅過勞OT 嘅問題嗰啲忽視。故事有創意之餘又可以反映到社會議題，我係非常之歡迎嘅。最後總結啦，總括嚟講，賭破法蘭克喺低預算新晉導演嘅執導之下，算係拍咗一套合格嘅犯罪電影，而劇情交代方面係有相當多嘅改善空間，演員表現非常稱職，配樂同美子都有做到適當嘅配合，邏輯硬傷唔算明顯嘅，除非你執着喺呢個消失的警察線，咁就真係冇咩辦法啦。同埋希望大家唔好見怪嚇，一講起低 budget 嘅戲呢，我一定係諗起賭場嘅槍火。即係大家都知香港而家嘅電影市道就係港產片幾乎都係低 budget 㗎啦，尤其是新晉導演。唔理大家而家點樣睇槍火鍾唔鍾意槍火，但我覺得呢套嘢對攝影嚟講應該係非常之富有啟發性。就算唔講槍火，講啲溝啲嘅例如生化壽司，都係非常之有娛樂性，同埋係反映到人性多方面嘅嘢。我覺得香港嘅新晉導演呢，唔一定因為個低 budget 就要拍劇情片嘅，其實都係好似賭破法蘭克咁，佢都嘗試咗拍一個犯罪片啦。希望香港嘅港產片可以繼續多元化啦，唔好淨係整翻劇情片啦。希望唔怕拍得爛，最怕唔敢拍。咁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咁多啦，唔知大家對賭破法蘭克又有咩感想？歡迎留言話俾我聽，一齊討論下嘅。同埋記得俾翻個 like 支持一下我3012，多謝大家先。我會每個星期出片分享電影劇集觀後感等等嘅。如果你都中意睇電影劇集或者聽下花生的話，咁就記得訂閱撳鐘仔。我係3012，下條片見，拜拜。